自把自為。中國人民有自己嘅良心同埋有自己嘅立場，表達佢哋呢個心願，對民主、對自由嘅渴望。喺集會45分鐘之後呢，在場嘅群眾就由學生領導之下，開始由華埠國父銅像廣場出發，一直途經市中心，遊行去到中國駐洛杉磯嘅總領事館。沿途呢係由警員開路，秩序非常之好。佢哋手持各式各樣嘅橫額標語，內容主要呢就係針對鄧小平同埋李鵬下台。咁其中呢有啲話黑貓白貓錯而不改就不是好貓，而另一啲呢就話拿得起放得低，小平退休吧。有啲由本地僑社率領嘅人群呢，遊行去到洛杉磯市政府大樓門外集會，而其餘嘅就繼續遊行到領事館。經過咗差唔多2個鐘頭嘅遊行之後呢，幾百名學生代表抵達咗領事館門外，同較早時已經喺領事館門外靜咗學生會合，咁大家一齊鼓掌同埋高呼口號致意，場面非常之熱鬧，人數估計係超過1000人㗎。咁根據一啲學生代表話，由洛杉磯時間星期6早上開始，有100至到200個學生喺領事館門外絕食靜坐24小時，聲援北京天安門廣場嘅學生。而喺領事館門外，亦都有學生利用售賣印有特別標語嘅 T 恤嚟到進行籌款，希望以實際嘅行動喺經濟上支援北京學生。支持嘅人呢係遊行到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呢度集合。咁佢今日嘅遊行活動呢就已經喺呢度告一段落。咁佢大聲言：一日中國未有真正嘅民主，喺海外嘅華僑呢對民運嘅支持係永遠繼續㗎。8大遊行係喺北京時間上晝10點鐘開始。北京多間主要嘅高等院校分5條路線，由佢哋嘅校園出發，行去天安門廣場，最後呢係以建國門做終點。至於其他未有預定路線嘅學校呢，就自己定路線，不過就規定唔喺南面同埋北面進入建國門，以免對附近一帶嘅交通構成混亂。今次參與遊行嘅北京高校學生有幾萬人，佢哋高舉分別代表佢哋學校嘅旗幟，又大叫李鵬下台同埋爭取自由民主嘅口號。爭取民主，還我自由！今次遊行除咗同以往嘅遊行一樣，繼續係爭取中國嘅民主自由之外呢，佢哋仲係呼籲全世界嘅華人都站起嚟，為中國嘅未來努力㗎。街上旁觀嘅市民沿途向佢哋鼓掌打氣，而呢個細路仔呢，亦都舉起2隻手指表示支持。另外，幾萬個喺天安門廣場通宵靜坐嘅外省高校學生，亦都同時上街遊行。佢哋有嚟自合肥、哈爾濱、河南同埋廣西等多個地方。啲學生由廣場沿住長安街向東行去建國門。今日嘅遊行行列打出嘅旗幟嘅呢，主要都係學校。至於其他嘅機關、單位、團體呢，都冇見到有打明旗幟咁喺行列裏面。參加遊行嘅人大約只係有10萬人左右，明顯係冇前幾次遊行嘅咁大規模。參加遊行嘅學生隊伍主要係由喺天安門廣場靜坐嘅學生組成㗎，佢哋大部分都係由外地嚟北京嘅學生。遊行隊伍由天安門廣場出發，佢哋好有秩序咁沿住東長安街向建國門方向行去。另外，北京本地嘅學生就喺朝早10點鐘由佢哋所屬嘅學校出發，遊行出去天安門廣場。不過參加嘅人就比較疏落，遊行嘅沿途不斷係有人帶領學生係嗌口號，打倒李鵬同埋要求撤銷戒嚴令。華人團結，華人團結，罷免李鵬，罷免李鵬，推翻專制，爭取民主，爭取民主，拯救中華，拯救中華。有啲更加將一啲熟悉嘅歌係改咗歌詞嚟到唱，內容都係針對李鵬等人㗎。
話，佢哋唔會因為最近嘅政治形勢改變而放棄佢哋嘅要求。我們現在主要就是說，不管是誰下來，但是我們需要的是民主的國家。遊行嘅隊伍沿途亦都受到一啲市民嘅支持，但係並冇以往咁熱烈。呢個市民話：佢覺得今次嘅學生運動已經到咗應該完結嘅時候啦。我覺得應該是這個到一定的時候應該是撤了，哎，不應該長期這麼下去。長期下去的話，對整個市民生活恐怕就是有影響了。不過，另外仲有一個叫做全國各族人民社會各界知名人士聯合絕食請願團嘅組織喺遊行隊伍裏邊派發傳單，號召喺呢個月嘅30號舉行另外一次嘅絕食行動，要求政府係廢除軍管。成個遊行喺下晝嘅4點鐘左右，當啲學生返到天安門廣場就結束。支遊行嘅市民下晝2點就喺金鐘遮打花園出發，沿軒尼詩道、英皇道向東區走廊進發。我有一個生，一國民主生，多謝。奮勇創出新領域，拼命踏前路。望望長途憑豪氣，你我永遠兩手牽，去向中荊棘滿路，千熱汗卻未淚，千熱血卻未退。愛自由，為自由，你我齊奮鬥進取，手牽手，揮不去，當不了，壯志澎湃滿世間，要戰神。我懷全大志，冷冷正氣滿世間，奮勇創出新領域，拼命踏前路。望望長途憑豪氣，你我永遠兩手牽。而最後一批嘅市民大約喺7點鐘先至離開遮打花園。千熱汗，估計今次參加遊行嘅市民係超過100萬嘅。呢2萬個天主教徒晏晝2點鐘，首先喺紅磡體育館嘅門外空地集合。佢哋好多都係以家庭做單位㗎，會場入邊有唔少係細路仔同埋老人家。集會開始嘅時候，先為參加學運嘅中國學生祈禱。